台湾咖啡消费市场过大，对进口高小的咖啡豆按竞争，国内咖啡市场要打破限制，品质如是天重要的条件。讲到咖啡产业，台东、云林古巷、南投国乡的咖啡大家如是熟悉，更加某日生活也有感觉咖啡也行业被忙做，开始有人来种的。其中蔡文平同此那条两公婆10年前决定离开大都市。回到生活落户种咖啡，还是用有机来种植，一直到今路做到按辛苦。5年2前的风采，还推一年有18升级的咖啡人，但系的1/4，伊能还是坚持下来。咖啡豆一年的输成量对头摆200公斤，更加超过1300公斤。生活一个离爷爷故乡也开始偏到咖啡乡的。冯宝石呢？它剥下来以后就是这样子。那这个蜜处理的方式就是说啊就只有这样去掉，没有碰到水，不碰触水，就直接让它晒到干。详细嘅同年下说明自家对咖啡豆嘅品质有几坚持嘅。蔡文平讲到咖啡就讲到溜溜滚，嚟到一个有机咖啡农场嘅营下，就从上个月节体验考察。本人看到讲一杯咖啡加个做个过程很样的做出来，从咖啡豆安尼摘下来安尼烘焙啊，都变成一杯咖啡安尼，嘿，本了解，我觉得这很真实啊。妈妈是这个吗？这个那个要，然后还有贴纸透明的，对。蔡文平看睇营下家下，家本用陈阿添同4年呢，係招待營下嘅天然絲球啲嘅膨充嘅包裝，為老爺一包一包包好好嘅有機咖啡豆寄去本人。10年前，家本用為到為照顧家官家用，先轉來3萬落貨，還後期自家咩唔偏得看到屋企嘅啲嘅嘢，用啲嘅房，嗰種啲朋友嘅經驗下，決定愛嚟種咖啡。因为水分太多啊，水分太足了，它就会裂果。所以裂果以后就太阳一出来照射下去就发霉，就泡消掉了。公元前後，度過嘅咖啡出產嘅季節，伊屋卡爾做清去天摘好榨嘅咖啡豆，含天然樹帕，風調兩色甘甜嘅咖啡豆，空啲樹帕度好。上市為去變困難，掉啲樹米角也一寸一寸，從布沙用嘅咖啡豆，就個20年來做有機種作清好嘅證明。我感覺講，嗰啲生態根本已經破壞了。國家上講，我因為我自家身體的問題，我偏講到啲其實是偏唔到嘅，係你看香的啦、臭的啦、什麼味道、雜七雜八的化學的啦，我全部偏唔到。我講我也講愛用共用嘅農藥的話，是講加加害我自家的身體甜。那為做嘅有機的，雖然講我自家的身體的問題以外，我要講本人他本客人客戶，佢食得安全、食得健康，回歸土地原來的面貌，一個的生態。離開都市生活，轉到種下，拿去狗比家下，係乜嘢都唔曉得，就堅持愛用有機來種作。為到從嘅，見到各種方法都試過嘅。大家伊就講，用嘅辣椒啊，加乜嘅啊，沙拉油啊，洗碗精啊，攞去調配又加乜嘅，結果我吃過，全部都冇好，我就異想天開。拄好想到，冇得本最好咧，本嘅穿心蟲最好咧，我就想到，用95度的那個醫療的酒精，用塑針筒、針頭筒，那這樣注射進去。這18卷啊，哈，佢咩有機嘅啊？係啊，啲有機嘅東西。因為
一般来讲都会加黄豆啦，因为黄豆啊，我们肥料3要素啊，黄豆它含氮啊。哎。 10年代建造更有经验，车文平同陈阿添两公婆也下嘅3萬種咖啡種青島嘅年，其他嘅農民未天天嚟看到國內嘅咖啡市場，美類種咖啡和相互交流。哎呀，幾差呢！嗯。一方面佢做有機啊哈，一方面要防止咧就要用麻嘅東西，因為咧種有機唔係講像這樣嘅一般農藥些藥。 所以說，安尼搶購要用買嘅東西一些啦哈，對咧咖啡較好，較防止得多。其實哈，你那邊的不管什麼農業啦，唔管乜嘢農業啊哈，一聽就要做精緻化，你冇精緻化，你肯定就會冇收入啦。你做精緻化，起碼你就要沒有農藥，好，沒有農藥殘留，好，要安全。 啊，你冇安全吧？基本上消費者現在來到這個貨色，佢唔會特別的限量大紅咖啡。行銷的時候也要特別是，以這個為重點。現時3萬有些個嘅農民開始種咖啡係張喜事，面對按競爭嘅市場，冇隨條做到像你按多，品質就會比你還較好。是講堅持有機冇按貴。 車文平兩公婆做到一件事，食到到佢下擺嘅風采，未打睇嚟呢度咖啡樹，按到嘅困難，佢哋實上愛冇愛做咧，不過佢哋相信行一條路係錯嘅。不單止咖啡天天啦，其他農作物嘛同樣，最主要要有興趣啦。你講冇興趣嘅話，冇辦法堅持嘅話，可能會做唔下去。 10年行過嘅，我感覺很好。那對香港自己的選擇也沒有錯，以後還會繼續行下去。比到嗰次冇強用嘅人客，兩公婆需要有機會就去參加發通擺攤呢，還有好教主通期盼戶外搞好體驗。家到就有機會留有機種作關心土地嘅觀念，同按度嘅學生嘅來分享。對呀，一筆有靠佢哋能向面嘅咖啡，未可能到就地夢想去做，而無卡熱向下數據也yen嚟杜控嘅風暴沙。連偏嘅度嘅唔但唱佢上年嘅咖啡香，未看到台灣有機咖啡嘅希望。